讲，这位高中生名下有30笔的土地，市值大约是5亿。也毋过，房地产的业者讲，那5亿啦，讲敢若伫北屯迄几地土地加起来就超过12亿。若搁甲其他的土地算入来，价值愈悬。这土地目前的继承人，可能就是甲高中生同性恋结婚的迄个姓夏的地政署助理。不过，这个地政署助理若有犯罪事实，就无法度来继承。若是高中生的妈妈，阁无法度来申请到会当分配遗产的身份，那呢，这个房地产到上尾可能就是政府没收咯。细汉高中生在生时，坐伫阿公的身躯边伫翕相，领养伊的阿公其实是伊亲生老爸，并且伫细汉的时就陆续将名下的土地过户予伊。这个高中生的老母估计，因后生名下30笔的土地，大部分伫台中市北屯区，有5亿的价值，也毋过毋难呢。那个南屯那边好像还有3块。加一加应该会在15亿。我未知的，因为他土地权状有30几张嘛，还不知道的话，那可能上看都在20几亿那边。中南港北屯区永贵还未开发的时，地价无贵，不过最近10几年来，就着棒球场一个起起来了，加上商业甲交通建设的增加，开始发展。以目前的地段来估计，这个北屯这块地有300几坪，价值差不多2亿1千万。另外这边的英德段有100几坪，差不多5千万。美湖段差不多价值3亿6千万，上有价值的是这个800坪的各地，估计价值差不多6亿块。就有74号衔接国道1号嘛，还有汉神百货啦，还有巨蛋啊，然后一些设施，所以带动14期的那个价格，基本上都可以，土地都有占上大概70万左右。这个阿公有这个土地，中南港部分是阿公开米甲的时有农友甲借钱。评不出来，就用土地甲抵押，加上前后投资，土地才愈来愈济。这个姓赖高中生名下30笔的土地，若是调查出来讲，这个姓夏地政署助理有犯罪事实，未当继承。加上这个高中生老母如果无法度取得可分配遗产的身份，那呢，这房地产最后就有可能会收归国库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